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来到玉兰，一个由客家移民跟原住民混居的客家聚落。前面茶园有位大哥，让我来帮忙采茶，听听他说在地的故事。我们客家人像我外公他们从新竹那边迁移过来这边的时候，其实这边比较肥沃的土地已经都被平地人或是原住民已经开垦完了。然后我们客家人剩下都会是比较贫瘠、比较陡。客家人比较聪明，因为茶它排水性要好。所以都要在比较有顺向坡的地方，你种茶的话，它排水好才会长得漂亮。林大哥，我刚刚看你采茶有一个方式是有技巧的。对，就是用这样采。哦，在你要的长度采。对，茎这边，然后是往上。对，然后往上把它折。对。哦。一斤茶总共要这样要差不多有3000个。要摘到3000个才有1斤茶。哇！东方美人茶的话可能就要有3万颗，才有1斤东方美人茶。采完茶后，林二哥看我满头大汗，邀请我到家里坐坐，聊聊客家人与原住民共同生活的故事。我外公是新竹内湾的客家人，他从内湾这边过来，是搭了一整天的车，到晚上才到这边。他带了我大舅，然后还有大阿姨，然后背着1袋的衣服跟1袋的棉被，还有带了2条腌猪肉过来。我刚刚一路走过来，我有看到很多那种原住民的图腾，所以这边算是原住民的部落吗？这边大同乡它是属于泰雅族的部落，但是我们这边玉兰社区呢，其实是属于客家人居住的地方。像这边不是有很多原住民啊、闽南人啊，加我们客家人，那这样子在这边一起生活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之类的？像原住民他们都会常常去打猎嘛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猎物下来。那我们客家人就是会种菜啦，会自己吃这样子。那所以可能就是他们给我们一些打猎的成果，那我们就用我们菜跟他们交换这样。就是互助的生活。对啊。听完二哥讲完外公的故事，深深感受到客家移民到哪里都可以开花结果。看着他们与原住民不分彼此的生活方式，了解到我们都是大家庭的一份子。